大家好，今日係11月20號星期四，今日港股咧就先升後跌，開市恆生指數微升24點，國企指數升17點，科技指數升21點，阿里巴巴升0.78%，騰訊升0.64%，但係匯豐跌1.1%，小米跌1.9%。開市之後咧，個股曾經一度咧就升115點嘅，主要就係阿里巴巴升2.1%，就係因為佢推出嗰個千問軟件市場睇好，咁啊騰訊升1.1%，仲有石油股亦都上升，中海油升3%，中石油升2.7%，及中石化升4%。咁啊，但係就冇辦法，到收市嗰時啊，港股又跌翻，主要係小米下跌4.5%，匯豐跌1.1%，友邦跌1.3%，中芯國際跌2.2%。上晝收市恒生指數跌117點，國企指數跌32點，科技指數跌55點，成交1126億元。下晝就跌幅略為收窄，恒生指數跌唔夠100點，咁啊收市恒生指數係跌99點，國企指數跌24點，科技指數跌38點，成交2114億元。琴晚美股反彈就結束咗4連跌，但係就市場反應都係麻麻地，咁啊只係微升啫，道瓊斯升47點，標普升25點，納斯達克升131點。喺英偉達公佈之前咧，大家都唔係按兵不動。咁啊，英偉達公佈咗業績之後咧，就英偉達股價升5%，因為咧佢個第三季盈利同埋收入都勝過預期，市場咧對人工智能股嗰個擔心咧就舒緩咗，咁啊所以咧今日港股應該上升，應該追翻啲人工智能股，尤其是阿里巴巴同埋百度呢啲。